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5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纷纷发表观点，其中高盛相对持悲观态度。高盛预计到2035年，中国住房市场还会低迷，需求较2017年峰值下降30%到40%，并且高盛认为70%的房地产需求来自一线和二线城市。而二手房的交易规模会超过新房，占总交易量的2/3，旧房翻新的需求几乎要翻倍。这个高盛的观点也是飘忽不定的。2023年高盛说叫 L 型复苏，现在又说低迷，中间的时候高盛又反复修改自己的观点。这个高盛又说中国资产低估号召要买入中国资产等等，这些国际投行他们的观点只能参考，不能当真。摩根士丹利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筑底，明年房地产市场企稳，未来是呈分化态势，一二线城市库存较合理，而四五线城市库存堰塞湖现象严重。我记得国内有个专家，好像就是马光远，他去年10月份就说楼市稳住了，一二线城市稳住，因为去年9月份不是救市嘛，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其他城市都放开限购嘛。我当时还记得，我说这个事情1年以后再看到底有没有稳，不要等1年以后了，现在看一看有稳住了吗？前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无论是新房、二手房，无论一线、二线都在跌只有上海比较奇葩。下面中国房地产报关于上海的房地产，它有个报道，这很能说明问题，也验证了我前几天节目里面说的，上海的房地产也是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这些国际投行的数据和观点，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实际上我们对房地产楼市的走势应该自己心里有个数。首先，我认为这个楼市的稳不稳，能不能稳得住，取决于韭菜的收入能不能稳，韭菜的预期能不能改善。这些如果解决不了，那楼市很难稳住。即便稳，那也是暂时的，随时它会寻底，药不能停，你时时刻刻都在救市。第二个还看人口，对吧？目前这个情况，如果人口是断崖式下跌，老龄化越来越，那即便是韭菜的收入能稳，即便是韭菜的预期能够改善，那也只能说一二线城市个别城市它能稳住。因为如果人口在下降，全国所有的城市的人口都没有办法增长，那只能是头部城市，比如一线城市、超一线城市，能够提供工作岗位的城市，它人口能保持不变，甚至还要增长。其他的城市人口都在下降，人口只要下降，你说你的楼市怎么可能稳住呢？所以又跟人口的结构又跟就业密切相关。所以如果大家这么看问题，那很容易得出个结论，房地产那个红红火火的日子，牛市的日子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至少在短时间10年里面。刚才咱们说了中国房地产报，它今天有篇报道，标题叫上海楼市冷热分明，豪宅破纪录，远郊楼盘滞销。你看昨天或者前天看我节目的，我是不是专门谈了上海楼市？我说我没有数据，我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推测上海面向富人的豪宅价格在涨，那面向中产改善还有面向这个刚需的这些房价说不定在下降。那也只有这种现象才会导致上海一边是豪宅日观，一边是它的整个的价格上涨幅度不大，但是在涨。如果都跟那个豪宅一样那么火，那上海的楼市它那个房价涨的远不止统计局公布的那个涨幅。我们看看这个中国房地产报它是怎么说的。上海豪宅市场再次创造纪录，5月21日位于上海黄浦区豪宅项目上海1号院第3批次开盘入市，64套房源全部售罄，当日实现销售额40亿元。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开盘3次，年内累计销售额达到了108.7亿元，成为今年全国首个单盘破100亿的项目。这一现象并非孤立，在此之前，绿城全国帝王、朝明东方、陆家嘴、太古园、园底等市中心高端项目均取得不错的市场战绩，豪宅市场的热销也推动了上海房价上涨。你看中国房地产报说的，上海房价上涨是豪宅市场热销。根据5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城房价数据显示，4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涨 0.1% 转为持平，但是上海仍然保持了强劲的涨幅 0.5%，领跑全国。在上海中原地产资深分析师卢文熙看来，因为豪宅交易依然频繁，所以带动了上海房价持续上行，在交易节奏上延续了低开高走格局。从具体成交项目看，高端改善项目依旧活跃，成交前10榜单中，均价超过10万元每平米的项目就占据4个。从成交结构来看，144平方米的大户型房源
涨幅显著，这也显示出上海高端改善消费潜力非常大。什么叫高端改善？实际上就是豪宅。值得注意的是，在豪宅市场撑起半边天的同时，上海远郊一些刚需盘则面临去化压力，部分楼盘出现零认购现象。你看看是不是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呢？朱门酒肉臭，路由冻死骨。一边是5000万一套的房子日光，一边是远郊刚需房零认购，就没人去买，零认购门可罗雀。这种冷热交织的市场格局，既体现了不同层级购房需求与供给结构的深层错配，也预示着未来房地产行业在政策引导与市场博弈中向精细化、差异化方向演进的必然趋势，为理解中国城市楼市生态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注脚。说高净值人群抢贪核心资产，这个我在恒大暴雷以后，2022年我做节目的时候经常说，咱们韭菜存工行，一个银行存50万，工行存完存建行，建行存完存农行。但是有人他确实手上有千把万，那你要是他存20个银行也挺累的。大家还记得吧？我当时推荐，如果你手上钱还比较多，那怎么办？那没办法，只能买北京、上海核心地段的房产，买老破小，全款买了这个出租。大家记得吧？现在也只有北京、上海核心地段的房子能叫资产，对吧？它也可能跌，但是对于你钱多的，你总不能把它全存工行，那存款保险只管50万。当然了，你说你要把它润出去，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另当别论。你在国内，你只能买核心资，而且必须是上海这种城市。所以你看，为什么5000万的房子日光？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人去抢。那我们买不来5000万的，但你买老破小没办法，老破小1000万也差不多了。核心地段不怕租不出去，不怕变现，仅限于北京、上海，其他城市都靠不住。你看那个中国房地产报他怎么说的？他说5月至今，上海楼市依然延续了此前小阳春的强劲需求态势，尤其是多个内黄红盘集中入市，推高了市场气氛。5月10日，位于陆家嘴一线的滨江豪宅2批次推盘，共推出57套，建筑面积285到381平方米的江景大平层，在认购期间就吸引了超120组客户认购，认购率达到210%，最终触发限售，开盘即售罄。你看，越是这种核心资产，越有人去抢。这种房子买了，我不太清楚，有可能有人买这种，比如说300平的房子，很有可能是办公用的。此次开盘售罄的上海1号院，更是在此前认购期间就引发哄抢，仅4天时间，认筹率就超过267%，成为今年黄浦区首个触发积分制的项目。而位于杨浦滨江核心9宫格位置，保利推出223套房源，也吸引了552组客户，认购率高达248%，开盘即售罄，成为5月上海高端住宅市场的标志性现象。易居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这些成绩背后是市场供需两端的良性，反映出开发商合理的推盘节奏与购房者理性的置业需求实现有效对接，共同推动一手房市场保持量价稳定的健康发展格局。我觉得这个说的都有点公式化、套话，没有说到核心和本质，也就是就房地产谈房地产，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上海的豪宅一开盘就被人抢光，我都不用去看我就知道，就是咱们坐在这分析，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优质资产缺失、稀缺，就这么个道理。市场上虽然大家没有钱，但是有钱人还是有的，就韭菜没钱，但不代表别人没钱。中国14亿人，那顶级富豪手上有钱的，对吧？不说几十万还是有的，这个人数几十万没有10几万也是有的。你要知道他们手上有多少钱，大把的钱，但是他没有地方投资，没有什么资产能保值，他没有投资渠道，所以你这个核心地段的这些房子，它本来就是稀缺，你一出来他就抢。这实际上反映是这个。你看房地产报是这么说的，他说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豪宅虹吸效应正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净值人群，在朝明东方引发现象级热销后，市场也对背后的买家感到好奇。从公示的数据来看，绿城、朝明东方191组有效认购中，除去3家公司，你看公司买那不就是办公吗？而且很多公司它有钱，账上现金没法处理，把它变成固定资产卖房子，税务上好处理。剩余的188组客户认购，其中上海本市62组占1/3，其他省份126组占2/3。这不就是说明是外地有钱人跑到上海去抢这个核心资产吗？哪是上海本地人要改善居住？所以这些房地产专家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你怎么好意思把这叫改善需求呢？这摆明了就是
是投资，他就是钱没地方放。那毕竟有很多煤老板他赚了钱，他的钱干啥呢？上海1号院的买家中，上海本地户籍买家占比30%，而来自江浙沪的买家总体占比60%，也就是江浙沪的买家跑到上海去买房。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上海一旦放开限购，它周边那些地方，你比如说过去网红城市杭州，那楼市恐怕就够呛了，是不是这道理啊？一位上海房企豪宅项目负责人表示，这说明上海豪宅具有强劲韧性。这说的都是不对的，这些专家说实话，这纯粹是在全国范围内优质资产稀缺，所以全国的有钱人跑到上海去买。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豪宅被视为抗通胀的硬通货。手握千万甚至3亿元资金的高净值人群需要做一定的资产配置，而真正核心阶段的好房子是不错的标的。这个跟我以前的判断完全一致。那这些房子跟韭菜也没关系，是一批有钱人他要配置，他钱没地方放，你让他买股票吗？他自己就是上市公司大股东，他钱好不容易从里面套出来了，你让他又重返火产是吗？所以说这就是有钱人的配置。此外，上海这一批豪宅确实在地段和产品力上都是顶级，那这个就不用说了，它一定是稀缺的，不稀缺那谁买？那不稀缺你买了之后那只有贬值。开发商也都下了很大功夫在打造自己的品牌代表作。该人士进一步表示，据房外房研究院数据统计，2024年上海总价3000万元以上的新房成交2600套，是北京、深圳、广州新房成交之和的4.9倍。同年，上海总价7000万元以上的住宅成交超过500套，甚至超过了迪拜、纽约、伦敦等国际都市，成为全球豪宅成交最多的城市。这个就好解释了吧？你说你再不行，对吧？经济再低迷，全国500个富豪那还是很容易的，对吧？3000个富豪那也是很容易啊，他们有买房子的有资产配置的需求啊。我们再看那个中国房地产报报道，他说远郊楼市冰封，说多项目滞销，去化艰难，困境凸显。与核心区的热销截然不同的是，上海一些郊区板块新房去化正在遭遇挑战，销售行情并不乐观。位于闵行区浦江的项羽天成雅颂创造了最低认购率为111%，而该项目开盘后去化也不理想。根据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截至5月22日，天成雅颂推出160套房源，仅售出73套，去化不到一半。同样位于松江板块的国贸海宇项目，今年3月和5月开盘2次，但截至5月22日，该项目一批次房源去化率仅有56%，二批次房源去化率不到3%，300多套房源目前仅售出9套，销售情况惨淡。上海一些远郊板块更是陷入成交冰封状态。位于浦东新区汇南板块的锦囊湾项目门口宣传首付26万起，但即便如此，该项目由于位置偏远，依然少有人问津。该项目在认购期间还创下无人认购记录，也正因为如此，项目最终取消了摇号开盘方式，它没人认购。同样创造零认购现象的还有位于浦东新区外高桥板块的阳明花园，由于无人认购，该项目取消摇号方式，并且提前开盘。差不多同期，上海城投控股的上实集团在青浦区定山湖板块开发的锦云里项目也公告取消公证摇号开盘。这些案例也暴露出当下上海郊区楼市的困境，地理位置的劣势以及供需错配导致了这些项目滞销。一位项目策划向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表示，当下购房者对非核心区资产保值增值信心也不足，加上郊区前些年新房供应放量，所以不少项目陷入降价也难去化的恶性循环中。在采访中，一些市场人士也表示，要打破目前冷热不均的局面，还需要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比如在政策层面，对远郊项目定向放松限购，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市场要从全面刺激转向分类调控，让不同板块回归真实供需。而对开发商而言，也需要及时调整策略，通过精细化运营、精准定价和打造差异化产品，实现破局。这个专家说的也都是似是而非的，这真实情况是什么？对上海来说，它跟北京是一样的。北京的你看房商那房价也就1万，北京的通州叫新北京，通州那北京市是砸了很多钱在通州，有什么国际什么
什么交通枢纽，比如什么环球影城等等，什么国际医疗什么社区，砸了很多钱。那即便这样，那通州也好多房子也只有3万平米，对吧？不能一说北京好像房价就是10几万、20万，哪有那么多？通州的房子也不贵，那要更远一点的，比如顺义或者是那就还便宜一点，那房山就是1万多一点，那上海也差不多。那为什么豪宅热，这些刚需房反而卖不掉呢？因为主要原因是豪宅它不限购。有人说它限购还摇号，那你就想多了。你说高净值用户都是富豪，他能被一纸限购给他限住了吗？人家又为了买那7000万一套的房子，他什么手段没有？所以你限购，你只能限那些韭菜，限这些富豪，那不是开玩笑吗？你要什么他给你搞什么。所以说你看豪宅它是面向全国卖，因为2/3都是外地人买了嘛，这不是这个房地产报报道的。而你那些什么远郊的那些刚需房，你限购，你说安徽人能去买吗？买不了。你再便宜你限购，你只能是上海人买，但是上海人他该买房的已经买过了，韭菜毕竟这个少，他就会选你这个地方远偏，所以这新盘你卖不掉很正常。那什么人能卖掉？很简单，放开限购，只要放开限购，浙江的什么嘉兴的，对吧？什么杭州的、宁波的，说不定就跑去买了。他们好多人也沪漂，他就不需要跑到什么启东去买房，也不需要跑到什么昆山去买房，人家就在上海买得了，跟北京是一样的。北京你要放开限购，那人家就不需要跑到河北燕郊去买房，也不需要跑到胡一静老师那个大厂去买房，人家直接跑到通州、跑到丰台买不就完了吗？所以说限购，你限购实际上把韭菜限住了，有钱人你是限不住的。所以我以前就一直说，只有北京、上海的刚需，他现在比较纠结，你到底是买还是不买？买就担心他现在是顶点，以后他就往下走了。你不买，他后面还有政策，到时候放开限购的，说不定还涨一波，到时候又觉得后悔。所以说，只有北京、上海比较焦虑、比较纠结这刚需房啊。其他城市的你越等收获越大，因为这个道理比较简单。今天晚上一个帖子啊，说的是他在深圳买房经历。这个文章的作者说，他6年前看中了深圳龙华一套房子，6年前就2019年疫情之前，那价格正是上来的时候，他价格谈到的是550万，马上就要签合同了。大家能想象那个时候房地产火的时候，你们知道火到什么程度吗？那个买家是要把那个卖家给盯住的，一旦谈成了就叫贴身，直到把协议签了，否则你都有可能被房子被人撬了。很多媒体报道，以前房地产火的时候，你看中一个二手房，你跟房东谈好了300万，房东说可以，他就说我回去拿东西，取房本、取身份证、取户口本来签协议。好，他一出门一接电话，马上就给中介打电话，我这房子不卖了，因为别的中介给他打电话加了10万，真的就是这样，就这么邪乎。这边那个买房人一看着急了，对吧？那你加10万，我给你加10万，不要卖给他。你看房价涨的时候都是这样。这个作者说，他跟人家谈好了550万，马上签合同的时候，这个房东也是的，临时变卦，他倒不是直接加钱，他们提出要把一部分定制家具作价5万卖给这个作者，就是房子的家具你把买了5万块，那这个作者他就觉得原平白无故加了5万，虽然有家具，这个他就受不了了，这不讲武德。签合同的时候临时加价，哪有这样的不讲道德的？这你不跟特朗普差不多了吗？我跟你说，商人谈判都这样，这叫强势啊！强势的一方就是马上签的时候突然变卦加条件，你弱势的没有办法，没有这个博弈的筹码，最后一看算了，我忍5万我就买了，就是这么个心态。这个作者说，这明摆着就是觉得价格低了，找个借口抬价嘛。然后这个房主大哥还振振有词的说，兄弟，我这可亏大了，说前几天有人出560万买，我没答应，看你听和我演现在555万你还是赚大了。他说我心里直犯嘀咕，我又不是什么风度翩翩帅气逼人的大明星，哪能就因为和他演员让他白白放弃5万的差价。我和他们商量说552万行不行，可这对夫妇就是不同意，我们来来回回拉扯了好长时间，最后不仅没谈成，双方还闹得很不愉快。他说我走的时候还清楚地记得大哥那嚣张的话，说像你们这种为了2-3万就斤斤计较没点魄力的人，还想在深圳买房，别做梦了，根本混不下去。你这不就是买卖不成，这个不就吵起来了吗？按理来说买卖不在仁义在，这个显然撕破脸，开始羞辱人家了。说当时我怎么都想不通，大家都在为这2-3万讨价还价，凭什么他们就成了有魄力的人，而我就成了没出息的穷人？他说没想到现在就5年以后，他说那套房子挂牌价只要320万，说要是诚心谈价格还能再低。也就是5年过去了，这位作者当时就因为这2万3万的没买这房子，这房子现在已经从550万跌到320万，你要诚心买恐怕300万也能买的。他说如今想来，这位大哥简直就是我的贵人，贵到下次见到他我给他鞠个躬都不过分，被他羞辱几句又
说得了什么呢？这哪里是羞辱，分明是在点醒我，保佑我。要是当时没有他临时加价，我买了那房子，现在肯定亏得血本无归，成了负债累累的倒霉蛋。从550万降到320万，而且价格还能再谈，这省下来的钱都够买好几套定制家具了。当时的房东说，他说我能跟你们这些没见识的人一样吗？我卖了这套房子，要去福田香蜜湖买更大的。福田的地方你们想都别想，下辈子投胎都不一定有机会。能在龙华买套房，你们就该烧高香了，还不知道把握机会。那个房东如果他把房子550万或者560万卖掉了，那他算是厉害，套现了。如果他卖了之后他去香蜜湖买房，那相当于加了杠杆，买在最高点，想必现在恐怕也是后悔不及。如果他仅仅是买一套房改善，这也算不了什么。如果他说炒房，那恐怕他现在要么已经暴雷，要么在暴雷的边缘。大家看一个视频，百万房贷已累计节约60万利息，受大家关注。最近6年，整个房贷的政策持续宽松，发挥了非常好效应。5月20号，5年期以上的 PR 降息10个基点。观察历史数据，从2019年、2020年开始，整个的 PR 在持续改革。这期间，房贷利率持续性的降息。通过具体的例子来分析，最近6年是房贷政策转向的关键期，房贷利率在2020年前后开始从历史的高位下行。对于100万的贷款而言，按照等额本息和30年期的方式计算，2019年利息总额为112万，2025年变为52万。据此计算，最近6年期间，100万房贷的利息总共累计减少了60万，相比过去的利息额减少了54百分点。换句话说，货币政策跟房贷政策已经使得利息少支付了整整60万，具有非常直观和明显的减负效应。另外，整个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是在增加的，所以总体上来，我们这个视频给人感觉还是不是有点夸张，有点摆拍，但生活就是如此。这个是我亲身经历。我在北京2003年买第一套房的时候，我以前节目说过啊，我买的是现房，而且是承建商的，他开价是45万，我就跟他磨，我本来是要砍到40万，但实在是砍不下去，最后是42万成交，还便宜了3万。那个房子是由开发商这个顶给这个承建商，承建商就在那摆个摊子卖。我买的交钱是从开发商那儿买，因为我买的是现房，那房子已经交付了，这人家都已经装修好了，我那房子没装修，别人买的是期房，搬进去的已经装修好了，我买进去之后我也得装修，所以装修的时候楼下老太太就上来了，楼下老太太就问我，你这房子多少钱买的？我当时就告诉她实话，她买的期房比我买的现房还贵了，好像是2000多3000一平米啊。虽然差价没有这个视频中这么大啊，但是也够那老太太难受的。老太太马上就非常的生气，明显的感觉到脸上就不悦啊，痛快。你想，她是期房，她相当于提前2年交的钱买的，还贵将近10%，我相当于打了9折，而且买的是现房。当然了，现在回头看看，老太太也不亏。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